观众朋友，今日各位顺心无？欢迎收看福起来，係阿明姑劉浩明。常常我哋因為講我哋時尚產業係我哋全球第二大嘅污染嘅產業，尤其係幾年遇到嘅快時尚、極時尚，係鼓勵大家各嘅晚上服時尚改革，或係晚上服裝嘅改革。但是要極時尚，都造成一啲大家人咧。我哋講污染改道，同時我哋接嘅sản婦嘛越來越多。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咯，伊拄拄同亞極時尚完全相反，伊追求係伊哋對我哋環境友善，我哋完全手工嘅伊哋手工嘅藍染。但也俾手工藍染雖然講係我哋改傳統以來都用伊哋改傳統嘅一個染法，但是用到更加嘅新嘅設計地位，如果變成另樣嘅作品咯。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林小鳳，小鳳來到我們現場。你好，謝謝你。大家好，我係來自高雄，我係林小鳳。小鳳歡迎你哈！我知道你不是客家人啦哈，所以說非常感謝你學了一句客家話。但是因為其實我知道說，其實你在這個活動裡面也遇到很多的客家朋友嘛哈，也甚至我們之後在一個活動裡面都穿了你的衣服，所以說你自己本身對於客家這個文化有什麼概念呢？客家這個文化，我跟客家人淵源其實蠻深的。我年輕的時候在學花藝設計的時候，我的老闆是客家人，那他教了我非常多。其實是我從這個老闆身上學到了客家精神，他教會了我蠻多關於理念、經營，還有就是你遇到困難的時候去解決的方式。他教給我很多客家精神，然後再來是自在染工坊初創的時候，就是創在高雄的美濃。對，那剛開始到美濃的時候，會有朋友跟我說，其實客家人會很排外，可是我可能蠻幸運的，我在那邊我並沒有感受到，而且我感受到溫暖，因為其實常常工坊門口，我如果有出去的時候，常常工坊門口會突然出現青菜、蔬菜或者各類的東西，都是當地的朋友跟我們做分享的。所以其實我在美濃受益良多，就我受到很多客家朋友照顧。就你自己本身當初會不會想去學藍染，而不是做所謂的化工染之類的？會想要學藍染是因為它跟環保有關，因為其實服裝產業是全球第2大污染產業。那時候也有在學生時期有去參加，就是去參觀工廠。那時候我就看了那個盒，我就心裡想說，這是我要做的嘛？我又很熱愛服裝，那我想要做到底是什麼樣的服裝呢？那時候就跟我指導老師聊，我就說我不知道我該如何走下去，因為我覺得就是如果是要這樣子去做一個生態的破壞的話，那不是我要。因為其實除了我們以外，那個時候我才20幾歲，那時候我就想說，我們的未來，我可能一輩子不會有小孩，但是其他人有。我們未來還有很多人類必須要居住在這個環境、這個土地上。那我就把我這個理念告訴我們老師，那時候我們老師看着我愣了3秒，就說很好，我告訴你，你可以去做什麼，你可能要先再去學習什麼。那他就跟我介紹了工藝所的藍染跟植物染，他說你可以去那邊再做學習，那個會是比較你想要的。其實在那個時候我有去做化學的，就是自己染衣服、設計衣服，然後去做販售。但是其實我真的操作了一段時間，我真的覺得因為我的身體對化學會產生抗拒的反應，所以我就停止了，我就把那個品牌停止了。那沉澱了非常久，然後那時候剛好我的媽媽就是生病了，那我就決定把台北的工作告一段落，我就回到高雄。後來在一個晚上，我的老師就打電話給我，然後他跟我說，他問我說：“小鳳，你最近你回高雄了，那你在做什麼呢？”
我就跟他说我现在在做 OL 老师，他就但是跟你刚开始离开学校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你不是跟我说你就是要做一个自创品牌的设计师吗？你不是就是说你要做环保服装吗？那你现在在做什么？我就说我很害怕失败，但老师跟我讲说失败没什么啊，失败就重新再来就好了。你失败了一次就再试第二次，失败了第3次、10次、100次，是让你成功为止啊。我们要走这条路就是要有这个心。然后在那一夜的长谈之后，其实我还是有思考了一下，因为没有办法说因为其实那个薪水也蛮高的，我就想说好吧。我大概想了几天之后，我就跟我自己说好，我决定再回去学习，那我就把工作辞掉了，然后我就开始找资料。那时候找公立所跟我说我们已经开课了，你要等明年。但因为我不想要再等1年，然后就找到那个我们南区的劳工局失业者职前训练，那他刚好在大树龙木那边有开一个染染跟植物染的课程，刚好都是我想要的，我就去学了。就是我在学习的过程，其实我真的很幸运，我受到很多老师的照顾，甚至我那时候因为刚开始学习，那有时候深夜回去会拿着树枝树叶在那边剪裁，或者是在那边做染染，在那边做染色，那家人就会看着我就说，我家人就跟我讲说，你好好办公室1个月好几万块不做，你来做这个这么粗活，这么出众，那么多，然后手好好的白白嫩嫩的手，然后去把它搞成这样，你觉得可以吗？那在那当下我没有马上回答我的家人，我没有马上回答他，我只是笑笑的。那其实在当时我心里是想说就做，我就做给你看，我走给你看。可是他虽然讲完这个话，但隔没几天他拿了一个锅子给我，他说这个锅子我没有要用，这给你。可是其实上那个是他去新买的，但他因为他不知道你要多大的锅子，他就是拿那个锅子给你。他说这个给你拿去染布啊。就这样，其实爸爸妈妈或者是家人还是朋友，其实在心里面还是很支持你的哈。你讲到一片吼，但是我想到讲，其实是睇外等台湾，尤其迄个讲，你喺咧睇外等高雄屏东嗰年嘅時間，你會發現到講明年，對於屏東到高雄嘅路況，其實喺河邊嘅時間，你會看到一啲有幾多個工廠，係其實我哋做染皮嘅一啲工廠，因為染皮吼用過大量嘅船去把個皮上面那個油去除開，嗰時也睇河邊。但同時，如果排出幾粗的一啲東西，嗰種幾多染皮嘅工廠，全部睇我哋咧高雄嗰平台一部分嚟睇實咧睇嘅。但是慢慢的，你有種高污染嘅產業，我哋台灣已經去禁止嘅。嗰種其他染皮嘅工廠冇看到嘅，但是其他小鳳講嘅東西，如果其實以後來讓我去學習。我哋呢真實的傳統的手工藝一啲染染嘅部分，那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觀眾朋友大概先說明一下？比如說你在學習的過程裡面，那你自己跟染染的這部分，它是有哪一些工序，以及它哪一種甚至是有哪一種所謂的手法？如果是以染染的工序來說的話，它如果是技法，它有分紮染、縫染、新糊染、蠟染。那最高階級還有有殘染，對，那其實這幾種它都可以運用在我們的服裝上。那如果說工序來說的話，如果是以我們工坊來說，一件服裝我要先設計好它服裝的樣式，然後做打版，打完版之後呢，我們裁縫師會做裁縫，裁縫完之後我們那一件衣服會做精煉，所謂精煉就是把布料上的化學糊料或是果膠雜質去除掉，這樣大概就要1天的時間。那洗完了之後呢，
我们可能就是要用刚刚说那些技法，我可能用绑扎的，可能用缝染的，然后可能用型糊染，然后去设计好图案，然后可能用像这样子的蜡染的作品去画蜡，画完蜡之后呢，我们才进行染色。那我们一件服装因应布料的不同，我们最基本是染25次，对。那我们每天的染色次数呢是不超过3次。那我们会因应天气做染色，下雨天不染色，天气太冷不染色，天气太热可能也不能染色。那为什么天气热不能染色呢？因为温度太高的话，我们的染缸它显现出的颜色，并对我们而言，它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天气太冷，它的发色会不完全，对，所以我们的染缸就像个小孩，我们每天都要照顾它。可是等于讲，其实能染伊2-3幅，其实要花几多时间？可是看到人都提讲，其实伊在染染的3幅，伊唔单止讲伊要染25块，但是要一300地方，伊们就可以染。可是伊2-3幅，伊要花几多时间，然后可以做成？有些项目对项的买不到，或者才不是哦。翻过来，复起来。上个节目我哋来自高雄嘅李晓峰来到我哋现场同我哋分享讲，当初怎样去学习我哋手工嘅染染。我想请问一下小峰啊，因为刚刚其实你已经提到，就是说，你当初怎么样从化学染，你甚至去当过 OL， 然后后来又回到了我们所谓的手工染，然后因为其实你也没有接触过嘛，所以说其实你在那段学习的过程，其实花了蛮大的一个心力。那但是我知道说，其实后来你成立了一个品牌，为什么会打算要成立一个品牌呢？成立品牌其实应该总结来说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说很不好意思。第一个原因其实是我为何而回来高雄，就是为了照顾我妈妈回来。那我也要自己创业，我才有时间，我的时间才自由，才能够好好照顾她。第二个就是我刚刚有说的，我的理想跟梦想，我就是要去做一个友善大地的服装品牌。那这就是我要实践的。第3点，我想要创造舒适、友善大地的服装，给跟我们每一位有缘的人去做穿着跟使用。因为呢，提供其实你要一个品牌的名啊，叫 Isvala 哈，重要 Isvala 也夫妇的名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它是什么意思 ？Isvala 它梵文它其实是自在的意思。那会用 Isvala 其实是跟我的外婆有关。他那时候去世的时候，就是身为我们后辈，我们其实不能给太多，但我唯一能够给的是一个祝福，所以 Isvala 是一个祝福。那 Isvala 也是我对于跟我们所有有缘的朋友一个祝福。我祝福所有的朋友身心自在，一切自在，健康自在，财富自在。所以无论有没有就是跟我们买作品的朋友，我们只要跟我们有接触，对我而言都是一种祝福。像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其实它不仅是一个友善大地的一个作品，它同时也传达了你对于地球，对于这个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我们对于我们的消费者的一种祝福。那今天我们来了很多的作品嘛，那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说在你的工坊里面有哪一些系列的作品，以及它的一个作品背后的精神？好的，如果是在主持人你这边是共生杉跟共生树，那这是共生杉的洋装，共生树的裤子。那我身上这件是共生鱼，它其实在讲人类跟大自然之间，我们是借由作品在传达环保理念。我们常常
其实我们是人类非常仰赖大自然的，我们仰赖自然，我们也向自然索取我们所需要的很多生活所需。可是我们常常会忘记了回馈自然。所谓回馈自然，不是说我再去索取，或是我给自然什么，而是珍惜我们手边所有在使用的东西，即使它是一个塑胶袋，对我而言，它就是一个环保。我们当时这个系列也是有做展览，那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透过这样子跟我们的支持者交流的方式，然后再传达我们对待大自然。因为其实所有的物种在这个地球上，所有的物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平等对待大自然，它很平等的对待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也会希望每一个人回馈给大自然的也是平等的。我唔知道，其实按你做好了，至少按你想好了，我发现到讲，其实买得嘛没离环保安养啦，哈，重复用这些东西，其实我也是环保的一份子。那因为我们在现场有看到那个非常童趣的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品是怎样的一个情形？这是天使山安仔山，就是这个作者，这个设计师其实是我女儿。那我把她从2岁一直到现在将近5岁半，她所有的画作都有留下来。那用她的画作去做创作。为什么会用她画作来做创作跟办展览呢？其实最刚开始是因为我家女儿她是先天性心脏病儿童，那一出生的时候她就被诊断就是我们就送急诊了。那在教育她的过程中，她常会问我说：“妈妈，我想要帮助其他小孩，那我可以用这碗饭帮助他吗？”我就说这碗饭他收到的时候可能就已经不能吃了，或者他会拿一个玩具说：“那我可以送他们玩具，他们就有玩具玩了。”那时候我就有跟他讲说：“那你还会什么？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能力？”因为其实这对我也是一种教育。他想了想，我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我就说好，那妈妈问你会什么？他说我会画画。我说那你如果想要帮助其他人，其实你可以用你的能力去帮助其他人。你会画画，那妈妈就跟你一起创作。我做衣服，然后你画画，然后爸爸染色，然后我们就来办一个活动，办一个展览。他就说好啊，那我们就一起。那这是他5岁的画作，这是他将近3岁的时候画的。那会办这样的画作是要，第一是教育小孩，无论如何你都会有能力可以帮助你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对，你都可以做，就是无论遇到任何事情。然后再来是因为有一个私心啊，因为其实我们家小孩因为是先心，所以我也会希望他的这个展览这个创作，他可以是有回馈社会的，从他这么小的年纪就要教导他。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们就来做这件事，所以才会有天使山跟那山。天使山是在讲每一位父母，或者是叔叔阿姨，其实每一位我们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小孩的天使。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要守护他长大。那从我女儿出生的那几天，包含她被诊断出先心，包含那个时候，其实我是蛮崩溃的。那时候我有打电话给一个师傅，我问他怎么办，他就告诉我说，你就做好他的守护天使。天使山是这样来的，每一位父母，每一位叔叔阿姨，甚至每一位老师长辈，都是小孩的守护天使。那为小囡仔衫就是他自己设计的衣服的图案，我们帮他做成衣服。所以这个展览，我们那时候展览完，我们就捐了一小笔款项，然
后给先天性心脏病基金会。对，在你的作品里面，其实后来它的背后都是有很多，不管是自己的故事，或者是你自己一个理念的一个传达。那你在不管是说在办展览啦，或者是在整个其他的展售的方面的时候，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客人，在听到你们的这样的故事作品的一个背后的故事的时候，给你的一些回馈？我们品牌刚开始的时候会去香港、澳门就是去参加他们的活动。那我们在香港、澳门，我们都会遇到一个，因为香港、澳门他们地很小，所以他们比较没有办法从事像我们这样的工作。那时候有一个客人他就跟我说，他说小凤，请你们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你们的理念很好，你们在做的事情很好，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做，我们只能用我们的行动支持你们。那其实在这一路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受到很多朋友的照顾，他们都会跟我们讲说，这种理念你透过服装这样去做传达实在是太好了。这10几年来最厉害其实不是我的坚持，是我的支持者们。那我支持者们里面呢，其实有一位支持者他最特别，他用他的行动，然后他来跟着我一起创立品牌，甚至给了我一个家，给了我2个小孩。因为他原本从台北回来只是要跟我见个面，没想到他就跟着我一起创立品牌，然后去实践这条路。在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这条路是我跪着也要走完的，它是我一生的志业。他就跟我说，没关系，我们一起做，有困难我们一起走。所以我很感谢这位支持者。那你知道他是谁吗？我大概知道他是谁。可是谈到一片，我发现到讲，其实一开始不同的人来挑风，即刻想一定要行一条路，但是后来一定人变成2个人，2个人变成一家人。休息下我等下外国的精彩故事。翻过来，福起来耶！上个节目我哋来自高雄的林晓凤小凤来到来现场，同人讲，当初伊很勇的去成立一个蓝染的品牌。我就想问一下小凤，因为其实刚刚你有提到说，其实你有一段时间是住在美浓，是不是？大概住了多久？我大概住了7、8年。当初怎么会住在美浓？那时候是觉得好山好水，然后那时候工坊就先坐落在美浓。然后就会留下来，是因为好人情啊。就是我发现就是跟客家族群接触的时候，就是会他在用他的生活态度，然后再跟你分享一些理念，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像我有提到就是利己教育这件事情，就是我女儿拿着饭跟我说，那我可以把这个分享给那些。可以把它帮助其他小朋友吗？或者分享给其他小朋友吗？那这个就是那时候在那里有接触到客家的朋友，他们对他们的小孩的利己教育，所以那时候才会立刻去教育小孩说，那你除了这个以外，你能不能用你的能力，然后去帮助其他人？所以受益良多，跟我的客家朋友们接触，受益良多。那因为我们提供，其实你这个从我们的台湾客家山歌团，也部分嘛有接触到嘛，就是台湾客家山歌团，他们的团服里面有使用到你的一个衣服。当初是一个怎样的机缘会有这样子一个牵线？当时他其实是在透过网络，然后找到我们。然后他刚开始他只有定制了那个共生衫的服装的一件上衣，然后
后来他就是定制完回去穿完之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他说小凤，我想要请你帮我们就是山歌团就是制作我们的舞蹈服装。那时候我们就讨论定案之后，就决定用共生树的服装，然后去做他们客家山歌团的舞蹈服装。就是也是谢谢他们给我们就是这么好的机会。我想，咁咪喺伊啲互相幫忙嘅一啲事情咯，因為其實伊啲喺看到人嘅作品地步，有伊自家感覺同我都講推人嘅理念歸全嘅一部分，嗰所以能夠顯到人家sản婦。那同時間，人家產婦傳達出來嘅一啲想法，其實同客家人的精神其實是很相同的，尤其在你的一個衣服的作品裡面，所以說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機緣。那我想請問的一下，就是說，因為你目前的一個工作坊啊，那目前它是大概有多少人？然後他們平常的訓練的方式是怎樣？我們目前的話大概是有4到5位，那有其他幾位是媽媽，然後如果是在染色的部分，目前是我先生，那我的部分是設計跟打版，還有蠟染。那還有其他裁縫師，那原本有一位染色人員，對，那裁縫師他們都是就是我把版型弄好了，那他們帶回家做裁縫。那如果說訓練的話，大概就是我們就會從精煉開始去做教導，然後再來是植物的認識、染色，還有就是植物的種植。這方面然後去做教導。那目前的話，因為疫情剛過去，所以我們的人員就是這麼多。所以等於是來到一個工作坊裡面工作的話，其實也會從一剛開始的地方去慢慢的去教育他，去認識甚至去怎麼去施做一個染料的染缸的一個培養，甚至到後來一個染色的過程。那我請問一下，假如說從一剛開始進去到後來可以變成一個手的話，這中間的過程要花費多少的時間？如果說我的基礎是3年，所以的基礎是3年，是，所以說等於是這樣子的過程，不僅是你當時也花了很多的時間去學習，但是其實對一般人來說，他學習的過程也是非常的漫長的。對，不是說我去學了，可能我去上了染課，然後你可能30天你就可以學會了。其實染它的變化很大。我們平常是在染缸的照顧、觀察，我們在染色就是一個察言觀色。當我們發現它的顏色，跟我們現在的顏色是不一樣的時候，我們可能就會先停止，然後再加染料，然後再去做保養的部分。對，那所以每一個環節，我們都會很細心的去做觀察跟執行它。所以說等於是像染缸裡面的我們所謂的染料，它幾乎像是一個活的一個生命，就是說只要天氣冷的時候也不能染，然後熱的時候也不能染，它就像一個寶寶一樣要去保護它。對，如果是染缸的照顧是這樣，天氣冷的時候你要幫它穿衣服，如果你想染色，你就必須讓它的溫度是維持在那裡，你可能就要幫它穿衣服，或者是我們的染缸你必須要去做一個控溫，那才有辦法再進行染色。我想可能對於很多的觀眾朋友，他可能都會有一個想法，就是說假如說我今天去認為就是我希望我也能夠為環保盡一份心的話，然後我也是去買一個所謂的手工的製品的話，可是在顏色上面似乎我就沒有辦法有太多的選擇，或者是說我可能真的就要告別那種明亮的顏色，這是不是一個必須要去接受的現實？其實光是藍色就有22個色階了，所以其實藍色它有很多明亮色。那當然我們也有植物熱染，那植物染它就是明亮色，比如說有黃色、紅色、橙色、紫色，你所有所需要的顏色都有。對，所以我覺得它不會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那第二個問題我在想說，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說我們去買一個手工染的衣服，它是不是就很常褪色？這個想法是對的嗎？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们人会不会老？会。哦，好。其实我在就是这几年来，客人都会问我说，我们支持者说会褪色我说当然会褪色啊，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褪色的，我们怎么会追求不褪色？如果我今天这个染料它是不褪色的，我如何告诉你它是环保？然后再来是染它的褪色，它是很温润的，它是慢慢的褪，而且它会褪得很自然。那我们工坊有提供再回来，如果它今天褪色了，请你把服装再寄回给我们，我们会帮你再做染色，然后再给你。但我们当然会着收一点点工本费。所以等于是说，其实它算它褪色了，然后再回染之后，它会是像一件你当初原来买的一个衣服一样。是。所以就是说，其实根本就不用去担心说它褪色了，那我们可能就很多人就是对于衣服的一个评断标准，就是说可能它样式不流行了，或者是它褪色了，就把它扔掉。可是假如说能够再给它一次重生的机会的话，是。就像我们刚刚一提到的，其实你就是再去使用一个东西。同样的，你等于是为了环保尽一份心，是没有错。那接下来呢？这对这个品牌来说，接下来的一个走向，或者是说一个策略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因为疫情的期间，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柜位已经撤回来了。那我们接下来会再回到市场上，这是第一，就是我们可能会回到博二，对，那。第二是我们在网络的经营上会更加着重，因为毕竟我们有很多国外的朋友是目前还没有办法来台湾的，对，那然后第三是对于品牌未来在人员，我们应该会再多一些跟我们一起共同努力的朋友，这是第三。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未来会多参加一些展览，比较国际化的展览，然后想要从台湾走出去国际，但光是这4个点，我不知道我要花多久时间才可以一一完成。那我想，其实不只是说你刚开始会认为，就是说，这条路其实你一定要去把它走完。但是我一直很想要问你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创业过程里面，现在的一个局面，或者是说现在的一个发展，是你当初在创业的时候有想到的吗？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会做一个10年规划，然后今年是第11年，然后。在那10年规划里面，大概每一样都已经是打勾了，对。到今天的局面其实是可想而知的，它已经也是照着蓝图在走，只是走的路途会比较艰辛一点，但其实这艰辛都是充满乐趣的。就像我过去在花那3年半在学习的时候，那3年半很艰辛，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太好玩了。我谢谢那3年半。同样，我相信我未来的10年，我会谢谢我前面这10年的累积。怎么说呢？因为没有前面的累积，没有每一次的失败，没有每一次的尝试，我相信不会有未来的10年、20年，甚至30年。假如说现在有朋友跟你讲说，我的女儿或者是我自己也想要走蓝染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友善大地，然后是环保的，那你会有怎样的建议吗？第一，你是否坚定你自己想要做这件事？你是否想要做这件事是雷也打不动你的？如果是，好，那你要想第二件事，我能不能舍？我能不能舍掉很多？因为在创业的初期，你必须要去经历你的品牌知名度是没有的，你必须舍掉你自己很多个人的时间，你必须去舍掉很多你很多你原本想受的。因为创业它不是说像它不是我打一个比方，不好意思，
我们在香港有一次销售的时候，然后有一个香港朋友跟我说：“哇，你们的衣服都好美哦，你们的围巾好美哦，你们做的事情都好美哦。”我就说：“那你要不要来我们工坊？来，我们一起，你来，然后你可以住在我们工坊，然后我们一起来体验。”我那个朋友他来了，香港的朋友，他原本是我们的支持者，后来变成朋友。他真的来住了10天，第10天他就跟我说：“这件衣服你卖得太便宜了，我真的觉得一点都不美。”因为他在来住的这10天的过程中，除了带他会出去美容的附近走走以外，他还跟着我们一起去体验染染，然后我们所有的流程，我也带着他这样做了所有的流程。后来他就跟我说：“我觉得这太辛苦了，我还是支持你们就好了，你们继续做。”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个决心的话，你会很容易被动摇的。你会可能因为别人跟你说：“我觉得你要做一个赚钱比较快的事情。”对，所以如果有要走这一件，还有当然你必须跟商业做结合，因为你唯有有做跟商业做结合，你才有办法好好的做传承。因为这件事我们全家人是想要把它做传承下去的。对。看到今日节目，我想到已经人常常会讲一个名词——女力。比如讲，什么用伊的力量，嘛可以撑起半边的天。今日的小凤的故事，我们发现到讲，伊唔单是去撑起伊半边的天，同时后来嘛有也老公推撑起伊另外半边的天。今天非常感谢小凤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很多你跟蓝染的故事。感谢大家。休息一下喎，大家聽下啲時尚來傾下運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